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4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874个本土病例，嘛增加一个中度患者，是一个无注过疫苗60多岁台湾查甫人，本身就有慢性病。过来，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升到3.27%，今年的物价指数佮加上失业率的痛苦指数，嘛有可能突破6%。罗西亚甲乌克兰已经战50多天，罗西亚曾表示有上千个伫马里波的乌克兰阿兵哥投降，也毋过乌克兰讲无这回事。新闻市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874个本土病例，又个创新纪录。今仔各有108例境外病例哦，虽然是无死亡案例，也毋过有增加一个中度的病人，是一个60多岁的台湾查甫人，有慢性病，而且无注过疫苗哦。另外，针对病例分流嘛有新的标准，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是874。好的本土病例，那境外移入有108例，落地采检有75例，居家检疫采检有33例，中症者增加1名，所以现在中症者的百分比是0.30。这位新增的中症的病患是一位60多岁的本国男性，是中度感染，有慢性病史没有 COVID-19 疫苗的接种史。他们的儿童得到新冠感染以后，致死率是0.01%，也就是1/1000。国内的那个儿童的那个病例数，目前为止是1604位，1604位1/1000的死亡率，现在没看到40病例，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你的累积的数目还没有到10000以上。医院的收治的这个条件提高到就是说高龄的部分，我们的定义提高到70岁以上就69岁以下的个案都可以去住加强版集中检疫所。那原先我们的条件只有生活可自理我们这边也增加了一个，就是说如果有陪同照顾者也可以一起到这个防疫旅馆或集中检疫所去。在启动居家照护的县市呢，就是维持我们先前的一个启动居家照护的条件未满65岁。那我们在这边把那个洗肾原来的这个定义把它弄得更清楚我们是指这个血液透析。新北市对初10开始试办居家照护的计划，今仔宣布讲要正式启动咯。65岁以下无有心嘛无洗药剂、轻症还是无症状的案例，会当伫厝照护，由阿东附带等7间病院来负责。我们台湾跟其他的国外都一样，大部分都是无症状或是轻症的确诊者居多，而且台湾目前统计都是99%。所以，如何保有一两人来支撑中重症者以及高危险的族群，才是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目标。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变异的情况之下，那战略必然要转变，才能够因应这样的一个新的所谓的一个病毒。那在转变里面，我们有几个大概就是它高传播率，这是无可免。但怎么样减害，让伤害减到最低？那现在是我们大家一致在做的。指挥官陈市长嘛有参加这场启动记者会，强调讲减少同情的伤害是中央佮地方的责任。居家照护者若需要用药市政府甲新北市的药师公会合作，责任病院会以电子药单、找社区药局甲药送到病人的厝里。国内本土病例总有744例，今仔有874例哦，病例数算是无冲啊真强。有专家就分析讲，这是因为咱台湾采取新台湾模式，偷偷来放任防疫，所以为着病人数袂讲一家囡仔就称上悬，也毋过已经恐惊爱等9月份才会登河。最近有真侪民众拢要买快台汽车，也毋过有真侪药局拢已经无货啊。请问一下，你们还有快筛试剂吗？不好意思，从昨天就已经卖完了，不好意思。赶伫上班进前去一座药房，想要买新冠肺炎快台试剂，煞买无，因为传出市面上的快台试剂即嘛大欠货，有钱嘛无得买。因为公司的政策嘛，就是希望能够要先做快筛，知道那个现在的身体状况。最近本土疫情大爆发，13新增加的确诊人数超过700例。未少民众烦恼会去画着，开始烧钱咧买快台试剂。疫情指挥中心顶一日表示，会赶紧成立快台国家队，启动定收检测试剂来加做防疫物资。
而且会推出类似进前徛名领喙暗的方式，互民众徛名买快台试坐，而且价格嘛会较俗。供应商他现在除了要供给这些零售的业者以外，还要再准备供给政府以提供像快筛国家队以及一些公费的乐趣的一个发放的使用，所以的确现在交货上是有点困难的。有专家表示，为外国的经验来看，放入防疫措施了后，感染的人数会一天增加几千例，或者是上万例。台湾因为采取新台湾的模式，豆豆啊放入防疫措施，所以围着的人数压悬的速度比较较慢。按照爱到9月份，这波疫情才会渐渐转好。你如果疫情上升的速度越慢的话，你那疫情回到原来的水准的时间就越久。那大概从国外的经验看起来，大概至少4、5个月。李炳阳指出，台湾在这段时间可能会较辛苦，即嘛应该爱思考讲，敢是爱放任医疗人员接触确诊者的隔离措施，避免医疗能力无够的情形。甚至做过3档疫苗的人，会当考虑缩短居家检疫甲居家隔离的时间，尽量降低社会冲击，豆豆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中央伫4月12放任停课标准，若使用新的标准哦，台南的大桥国小今仔就会当开学上课，也毋过学校嘛是决定讲18才要互学生啊登记上课。有部分的家长无法度接受，教育局就表示讲，若使家长照顾囡仔方面有困难，会当先互囡仔登记学校。10时透早原底是上课的日子，毋过大桥国小外口煞无看到囡仔来上课。原因就是教育局甲原底4月14日开学上课的大桥国小，搁再延后到4月18上课。政策改来改去，家长也是真不满。会啊，还袂困了，人话拢准备好啊，话是要小学校特别，拢老师都准备好啊。或多或少会困扰啊，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有很多的考量因素在里面啊。如果你觉得无奈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也是照着政策走。再让全校这样子继续停课，老实说，我觉得政策蛮困扰的。那已经都跟那个公司讲好说，我们今天可以回去了。结果下午突然又说小孩要继续留在家里。大桥国小有5个师生确诊，原底的停课政策是对4月7停到4月18，因为新政策的标准开始行，提早到4月14开学上课。不过因为外界有疑虑，教育局就决定继续停到4月18。那家长请假照顾囡仔有困难，赶快会当送到学校来。停课就继续维持到4月18号。那其他在这段时间，有些家长可能就真的有需要返回工作场域的，那无法继续在家陪伴孩子的情况下，那他也可以送到学校来。那我们学校也会提供完善的午餐照顾，还有课业学习跟指导。疫情一直滚价，为着避免影响囡仔的受教权，中央决议放定停课的标准。不过各县市停课的标准煞无同款，这也让家长真操烦。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今仔增加23例，有一个县议员胃着病，这个议员是对团去宜兰甲中部进乡，进乡团29个人，有20个人胃着病哦。台东县议会嘛将对所有员工甲县议员做快筛，这个确诊的县议员接触者嘛已经先隔离了。另外，伫岛后嘛有一个在地民众是真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员工。台东县议会当地进行临时会，暗过13半暝，传出一个成功地区无党籍县议员柯进营4月7对团去宜兰甲中部地区进香，等于台东了后确诊。卫生局执事伫县议会门口大设快筛站，紧急启动议会议员也甲员工的快筛，临时会也宣布停开。谢谢大家的关心啊，对不起啊。昨天跟我们议员有密切接触的人员的部分呢，现在就是我们大概都统一也通知说，先做居家隔离的部分。目前传出县议员对团进香31个人员内底有20人确诊，也有其他接触者3个人确诊。台东14增加23例，互人苦烈的人嘛袂少。有学生家长原来互苦烈，即马有2间国小甲2间幼儿园停课2天，另外各高中有5个班停课2天。台东的疫情即马煞断开，确诊者内底阁有一个是离岛的确诊者，互离岛人真紧张，烦恼会影响到旅游旺季的观光。我就要求乡公所下去全岛全面性的大消毒，也要求卫生所设立快筛站。
台东县卫生局则是下晡伫成功镇海滨公园设立快筛站，呼吁民众前往快筛。另外，县政府原来宣布5月13进前，全县国小甲幼儿园停止跨县市的活动，校园嘛无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30岁有新的妇人人接近确诊，算是轻症，也毋过哦，因为伫要生咯，台中营政决定讲要帮伊破百，目前无个囝拢真平安哦。AI PCR 采检是阴性的，即届医护团队是用正关规格的防疫来完成手术。医护人员为一个箍仔为家己加油，因身躯顶穿着几套的防护装备，准备入去手术室。台中一名30岁有心人，伫咧有心39礼拜时阵出现打扫流鼻水的症状，4号 PCR 采检阳性确诊，带入去台中荣总负压隔离病房，9号手术了后顺利将囡仔生出来。当时我全副武装，汗流浃背，但是我觉得这些汗都没有白流。因为我们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本院第1季第1例的 COVID-19 确诊产妇的剖腹产。疫情升温，加上这是院方头一届面对确诊的有心人，医护人员是事先演练4届，手术的医师也搁挂4元的手套。加在红婴仔出事了，3届 PCR 采检拢是阴性，妈妈伫咧负压隔离病房做月内，暂时分隔两地。碍于国内的疫情现在还没有就是很明朗，我们目前还是比较谨慎，就是请妈妈先手挤母奶，那母奶也经过检验，目前 PCR 其实是阴性的，那反而是抗体量是高的。台中民众表示，目前妈妈产后恢复真好，尿管甲大肠拢已经慢调，只需要等待该隔离的条件符合，就会使转去厝内，家囡仔斗阵。记者台中报道。大甲妈回銮今仔早起是到中华的明德大学休困，因为防疫，这天一家囡仔嘛无开放软脚骹哦。因为初九伫中华有发生冲突，中华警方派出5个主任检察官来搜证，嘛伫现场看头看尾。台中警方嘛成立专案小组，加派警力来防止大家冤家相骂。学生徛伫双边边啊，做伙来欢迎大甲妈，场面是热烈滚滚。因为本土疫情野悬，这回大甲妈无入去到其他的国中、国小，敢有代表性伫咧中华明德大学的校园暂时停假。都满18岁了，比较多。再来，我们也没有未使免用学生啊参加，都是自愿的。哦，这个是这样，所以我们才能到这边进来。那有很多的国小有要求，我们都因为今年的疫情的问题就没有。今年为着防疫，无开放软脚骹仪式嘛做较简单，也无开放其他的校外人士入去。不过周围是加派真侪警员，因为这个月初9伫咧彰化市统促党的总裁钟安乐甲民众想要接桥，甲警方小下客起冲突。这届回銮中华的检方除了扩大派1650人次的警员，3位主任检察官进驻宝岛、园林、中华等等，搁再加派2位主任检察官来支援。绕境回銮途经的分局辖区，由3位主任检察官率专责检察官进驻，一力及时掌握并处理突发的不法事件。刷落来，大甲妈拍算16地行到台中的海线，台中的警方是批平甲正严，按算派1200外的警员，除了指挥交通，也维护现场的秩序，加强防止有人来惹代志，也是起冲突。真的不法行为将以强势周围，严正执法绝不手软，肇事者一个都跑不掉。台中警方表示，会成立专案小组，摒势来防止任何违法的行为，袂放任宗教活动，佮因为暴力事件遭争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林武的八卦国小，有家长向议员投诉讲，囡仔营养午餐拢食袂饱。学校今仔出面表示讲，因为学校的厨房2月中才经受好势，营养师佮有师傅拢是新来的，所以量无控制好势哦。也毋过学校嘛坦白讲，最近物件拢会起价，营养午餐嘛是真歹办。民代即阵的时阵放出学校中昼顿的相片，饭后水果、草莓连篮拢放无满，煞要分予将近30个学生，饭菜量嘛无够。这是高雄林武八卦国小顶个月3号的中昼顿，囡仔无食饱，转来甲家长反映，互家长去甲向民代订情。我稍微细数了一下，不用数得很仔细啦哈。一个人分配不到3颗。厨房正式启用之后，因为有新的厨工，有新的厨师，然后还有所有的设备都是一个还在磨合的阶段，所以在这个午餐的量确实都还有一些需要去做调整的空间。
学校表示，新灶卡2月14启用了，陆续做过3摆菜色甲分量等调查，已经照相关意见做调整，满意度嘛到8成。实际到学校14号透早灶卡准备中昼顿的时阵，分量有明显增加，但物价一直去想要兼顾品质甲营养，学校嘛真为难。如果要求营养好，然后食材品质不能太差，那势必我们在采购的那个金额方面，我们就必须会有成本上面的负担跟考量。维持10档无变的学校中昼顿计数，随物价这学期对42块起到46块，但学校嘛强调，计数拢有考虑家长会使负担的范围，菜色嘛会透过定期的中昼顿工作会议做检讨，让囡仔食了健康安心。记者陈环武、柯正俊高雄报道。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拍50月了，嘛影响到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继续升高。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嘛已经升到3.27%，是9档半的新高。主计总处的主计长朱德明是表示讲，全年的经济成长率4%应该是无问题，也毋过因为能源的计销的起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今年物价指数，佮加上失业率的痛苦指数，有可能会突破6%，嘛会创10档来的新高。这阵查某人伫菜单前哪问计销哪景，无少算一袂使，因为最近每种物件计销拢变真贵。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人在赚钱啊，就变说你东西会比较，然后会少买一点，1成或2成这样子啊，但是要共体时间嘛。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持续变大，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来到3.27%，创下9年半以来新高，包括食物、衫啊、机电、交通等7大类的项目全部拢起。主计总处主计长朱德明表示，全年经济成长率会向下收到4.02%，保持应该无问题。不过，伫能源计销起价也甲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今年通货指数可能会突破6%，这是将近10年来新高。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比较低的嘛。美国一个物价指数就8.5的，痛苦指数是失业率加通货膨胀率，痛苦指数飙高，就某种程度就证实了我们现在面对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停滞性通货膨胀的状况。台湾的情况其实主要还是物价上涨，因为我们的失业率其实还相对稳定。学者表示，通货指数真悬，代表程度性通货膨胀来啊！而且国内核心 CPI 指数无包含电费、天然气、油料这费用，数据甲人民实际的感受已经无共咯。这拢是一个警示，政府爱提防经济走入衰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检察总长江惠民5月17任期就结束，总统蔡英文提名高检署的检察长邢泰昭担任后一任的检察总长。立法院今仔审理这人事案，有立委是质疑讲邢泰昭只为特定政党的服务，也毋过伊是强调讲一定会坚持司法独立、公正执法，未来卖强化国安、金融甲主通性犯罪等业务。议事开始前，甲立委伫开讲，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长邢泰昭罕见的来立法院，因为总统蔡英文正式提名伊要接检察总长，不过是毋是会当顺利接任，搁爱立法院执行动议权。今天在国会嘛，如果国会这个我们立法委员国会议员如果通过，我们就一定来全力以赴来依法执行职务嘛。看邢泰昭的经历，今年63岁，文化大学法研所碩士畢業，司法官訓練所24期結業，捌擔任雲林、屏東、高雄地檢署檢察長、法務部政務處長，也甲台北地檢署檢察長，資歷豐富完整。即馬正為檢察總長被提名人，所引起在野黨立委的質疑。大家擔心的是您的高度政治性。那這中間，不管是重啟3中案，還有私煙案，到最近對台電停電的爭議性的言論，對檢調的溫度，感覺到底不會是見到綠的才有溫度，見到藍的就是冷冰冰。我們絕對超然公正來執法。就任檢察總長以後，能夠公開的來宣布謹守憲法的分際，不會向總統報告個案，偵查獨立是避免外界不當的聯想，這是我們天職啊。立委批評邢泰昭政治色彩真明，選擇性辦案。
伊表示会坚守司法独立，只要有机会担任检察总长，会强化检察机关侦查国安、金融、资通犯罪这业务，将对原草个案成立跨级跨辖区联合平台，并建立一套有温度的司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营航空公司今仔开临时董事会，选出现任新宇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担任立营航空的董事长。张国伟强调讲，伊只是代管立营航空，要推动甲新宇航空合并，也毋过两间公司是会当合作。立营航空的大股东之一，也就是中央物流的法人代表林宝水，伫律师的陪同之下，参加立营航空的临时董事会。这场伫中央集团饭店举办的临时董事会，无到1点钟的时间就顺利结束。甲外界按算的同款，董事会推选主要的股东之一张国伟来接新的立营航空的董事长，即时开始生效。这是张国伟离开中央集团了后，经过6年的时间，佫倒转来。讲比较现实一点，我就是代管啦。哦，我现在暂时现在这个状况，大概就是我就是代管立荣这样子。协议吗？我就说不是协议，有什么好协议的？我自己创了星宇了，我就是要好好的把星宇顾好，人不要贪心呐，哈。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一步一趋，我要对我的兄弟要有交代啊。当初我就是把大家带出来创星宇，我就有这个责任啊，要把他们好好的安身立命的顾好。张国伟强调讲，中央集团下底所有的事业，拢是因老爸留落来的。什么人有能力，就什么人来接。伊只是受委托，袂因为这个职务就影响伊家己创立的成宇航空，嘛无要合并。也若成宇航空表示，以经营国内线为主的立营航空，嘛有两岸的航权，甲成宇航空是两个独立的事业，完全无相像。成宇原本嘛有评估要加入国内线，毋过伫张国伟接手了后，嘛无排除会用合作的模式。在国内跟国际航线的合作上面，这个在进一步我们未来在业务上面的发展的时候，我们会跟立荣航空再进一步的讨论。看起来两个应该是可以互补啦，那特别是说在两个都在张国伟的主导之下，那应该是可以，这个营运应该是会有一番新的气象。产业界分析，成宇航空打起股就拄着疫情，不过也是持续伫亚洲的航线布局。即马张国伟阁摕到立营航空，透过合作会当互国内线更较完整。英国长期由华航甲中营两大国际航空的子公司，掌握国内线的市场生态，即马可能会有真大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外交部长吴钊燮去立看伊报告，咱国家己国际组织推动的情况哦。环保署长张祖敬最近以官方的身份受到邀请，要出席 OOC 咱的海洋大会，这嘛是咱国的头一届。吴钊燮嘛讲，以台湾名义参与国际组织，这是真大的进步。另外，咱国捐予乌克兰超过650吨的物资，也毋过运费就要2亿4千万，这嘛引起真侪讨论。环保署长张祖敬担任特使，13出席 OOC 阮的海洋大会开幕式，甲各个官方代表共同坐伫外国代表团专区。主办国帛琉总统惠恕仁肯定台湾协助帛琉举办大会，这是咱国头一届以官方的身份受邀请。环保署长阁是历年来最高层级，只是官方介绍张祖敬无看中华民国，敢若剩台湾。立委认为这届中国无参加，咱应该使用中华民国。你觉得我们不想吗？你是觉得说我们外交部我们就放弃了中华民国这个名号吗？我们也会常尊重外交官的辛苦啊。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会当用台湾的名义参加国际组织是一大进步，真受国际重视甲肯定。另外，个人发挥爱心，捐乌克兰超过650吨的物资，按个运费初步估计至少要2.4亿。吴钊燮坦白承认，运费可能比物资的价格更较悬。它的价值加在一起还比不上我们运费2亿多，可能。那部长你都说可能，那我该怎么回答呢？我们的那个运费还在一批一批出去，就会让国人看起来觉得说不够聪明啦，不够务实。没有好好去运用我们的资源。WHA 世界卫生大会5月举办，台湾已经连续5年无受邀请。即马台美关系友好，台澳的关系正热络。今年是不是有希望摕到邀请函，也真受关心。这个不是一触可及的事情，那这个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做。目前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我们是有更多的，我们有
期待就是说会有更多的国家来声援我们。若是听台湾的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兰德兹传出要来台湾访问，吴钊燮表示受邀请的外国政要来台湾访问，这一直是外交部的工作，目前并无进一步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纽约的地下铁发生枪杀案，逃走的嫌犯已经被警方抓到，名叫做 James， 今年62岁，伊有真侪前科哦。犯案的动机据了解，因为伊是伫大众运输工具顶头发动攻击，若予定罪，相当涉关一世人。纽约市警方伫咧曼哈顿东村逮捕布鲁克林地铁枪击案的嫌犯，今年62岁法兰克·詹姆斯，警方已经找到伊作案用的手枪。当局讲，无任何现象显示詹姆斯甲恐怖组织有关系，不过伊前科真多，大部分拢是窃盗罪，因若这边犯案动机还阁伫咧了解。 We tracked Mr. James, and his last known whereabouts was 7th Avenue and 9th Street in Park Slope, entering the subway. NYPD patrol officers from the 9th Precinct responded to St. Mark's and 1st Avenue, where they apprehended him without incident. His arrest history in New York is 9 prior arrests, dating from 1992 to 1998. He has 3 arrests in New Jersey. 警方伫案发了后，进行了30点真久的大规模搜查行动。詹姆斯逃亡超过24点钟，伊涉嫌12伫咧布鲁克林地铁的车厢内面放烟雾弹，并且向地铁的乘客开33枪，有10个人着枪。一开始该列做利害关系人，尾仔确定伫咧现场发现的枪是伊买了，就将詹姆斯列做嫌犯。 Prohibits terrorist and other violent attacks against mass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if convicted, he will face a sentence of up to life imprisonment. 詹姆斯会伫这是第一遍出庭。根据 CNN 报道，两位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讲，詹姆斯作案了，又搁家己卡专线的电话甲警方讲，伊人伫咧曼哈顿下东城的一间麦当劳。警方赶到现场时阵无看到人，尾仔开车伫咧附近找的时阵，伫咧圣马科坊甲第一大道相车路口附近找到伊。公司新闻吴玲报道。 再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拍50多日了，滨海都市马利坡已经和罗西亚军队围起超过1个半月。罗西亚的国防部长公开一段影片，讲已经有上千个伫马利坡的乌克兰阿兵哥投降了。也毋过乌克兰的国防部是强调讲无这回事。 一阵阿兵哥举双手投降，准备上车。俄罗斯国防部所放出来影片，讲做因是马利坡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步兵旅，拢总1026个阿兵哥已经投降，也有人讲是互打架讲出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投降队伍内底包括162个军官加47个女性，其中有151个人受伤，已经送往病院治疗。 Группа, которая со мной шла, человек 13-15 было примерно. И нам пришлось сдаться, так как нас окружили. 影片内底一寡穿军装、手拢无摕物件的查某人举双手进入一栋工业建筑物内底。俄罗斯国防部13宣布，马利坡已经互俄军完全控制。Городе Мариуполь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вобожден от боевиков нацистско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Азов, морской торговый порт. Все заложники, удерживавшиеся нацистами на судах в порт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освобождены. 不过，这段画面，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拢唔知影，也无听到投降的消息。强调目前马利坡海港的舰岛也搁伫进，路透甲美联社这媒体也无法度知影，这个影片甲俄罗斯的讲法到底是真若假。另外，马利坡市长受访问的时阵讲，俄罗斯军人唔若阻挡人道救援物资的车队进入，更加想要隐瞒伫市区大屠杀。 Такі певні накоплювачі, вони там накоплюють. І є 3 варіанти, які сьогодні вони вже залучили. І сьогодні наша розвідка вже це підтвердила, що 13 крематоріїв мобільних приїхали в місто і готуються ховати всі військові злочини, які зробила Російська Федерація. 马利坡原本有45万人，战争发生了后，已经互俄军围攻超过1个半月，一寡居民已经选择离开。市长朴成科表示，当地至少有2万个民众死亡。俄军将一寡民众的遗体载去一位大型的购物中心，伫迄个所在使用移动的火葬场来烧尸体。目前马利坡也阁有12万人需要食物、水甲烧气，不过敢若互俄罗斯建国的民众才会当选择离开马利坡。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
美国总统拜登将宣布要佮提供乌克兰8亿美金的军事援助，包括武器、战车、佮直升机。另外，国际刑事法院头位检察官嘛已经到布查地来调查咯。伫美国总统拜登12讲，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是种族灭绝。拜登伫咧13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了，佮发表声明，将会对乌克兰提供8亿美金的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包括武器、弹药、增加运兵车、加直升机等军事援助。All of them are designed to help Ukraine, as we talked about, help Ukraine in the fight that they are in right now, and the fight that they will be in coming days and week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w committed more than $3.2 billion in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这项计划包括已经提供的真侪高效的武器系统，也个暗算俄罗斯会伫咧乌东地区发动更加侪广泛的攻击，所量身制作的新武力。因那国际刑事法庭 ICC 首席检察官13号指挥的布查定。因为这已经互俄军占领几个礼拜，乌克兰指控有几多百位平民被杀害。ICC 讲乌克兰是犯罪现场，因有合理的根据相信这个所在发生 ICC 管辖范围内罪行。Every individual, particularly civilians, they have certain rights, and we must speak for them, and we must insist that we get to the truth of what's taken place, and then judges will decide if there's responsibility. 英国甲欧盟13宣布对乌克兰亲俄罗斯分离分子，也个俄罗斯更加侪特权人士甲因的亲属实施制裁。面对西方的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讲，俄罗斯会为因的能源出口找代替市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讲，若无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人身强悍的战争，并且想要就此探取利益的国家，是短视群力，若破坏西方对俄国的制裁，会面临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13日讲，目前战争看来未停。You referenced a global ceasefire. Do you mean a ceasefire in Ukraine is not possible? At the present moment, a global ceasefire in Ukraine doesn't seem possible. That was our appeal for humanitarian reasons, but it doesn't seem possible. 古特瑞斯也讲，联合国已经向俄罗斯提出一寡当地停火、人道主义通道加疏散平民的可能性建议，正伫咧等待俄国的回应。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这场战争改变欧洲真侪国家对欧洲安全的想法。芬兰的总理就表示讲，未来这几礼拜一定个决定讲，敢要申请加入北约组织。瑞典嘛强调讲，卖来评估加入北约。也毋过，这两个国家嘛拢互罗西亚警告，袂当加入北约。当枪支为头尾顶飞过，见到要放一个导火，百姓逐工生死关头，制造更加侪难民，也有屠杀闹火的场面。这是这一个月以来，乌俄战争带予世界人可怕印象。欧洲部分国家开始对欧洲安全产生疑虑，亚速利大众支持加入北约成员的声音变大。芬兰甲瑞典13伫斯德哥尔摩做伙召开记者会，芬兰未来几礼拜内要决定是毋是加入北约。根据芬兰提交国会的报告指出，加入北约可能会使芬俄边境紧张局势增加。亚速利爱加开1.5%的国防预算。We have to be prepared for all kind of actions from Russia, and actually, when we have given the papers to the Finnish Parliament, we also analysed these risks, hybrid threats, cyber attacks. We have to make the decisions by ourselves, not to have fear influence our choices. 瑞典是继续进行分析，最近俄罗斯正警告芬兰甲瑞典莫加入北约，这两个国家伫军事并无结盟。不过看俄罗斯伫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可能带来改变。瑞典媒体13报道指出，总理安德森打算伫6月底举行北约峰会，申请加入。I think you really must analyze the new situation, do it very seriously, think about the consequences. We are now having the discussions with the parties in the Swedish Parliament to see what is best for Sweden's security, for the Swedish people in this new situation. 芬兰甲俄罗斯有1340公里的边界小接，维持一贯军事中立的政策，都是为了惊甲俄罗斯对抗。不过最近民调显示，芬兰民众支持加入北约已经为2月28%，到3月已经升悬到62%。Yeah, I used to be against joining NATO, but today I think it's a reasonable choice. Russia has shown their true faces, so I think
we should join NATO. 俄罗斯进前捌警告，若做芬兰加入北约，莫斯科就会采取行动来重新平衡局势。另外有报道讲，莫斯科开始向俄芬边境转移军事装备。美国官员是讲，无相关的消息会当证实这个讲法。芬兰国防部长13也指出，目前芬兰国土周边安全拢正恬静。北约1949年为了甲苏联对决所成立的，为一开始12个原创国，到目前已经有30个国家。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过来消息，咱来看顶个月，才有伫高雄的波兰记者，伊不满真侪人拢甲奥多拜骑去人行道哦，所以市政府嘛加强处理，开出上万张的罚单咯。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嘛发现讲哦，高雄有民众封开37张的罚单，一张拢无落，嘛已经冻结伊的口罩甲财产咯，要逼这民众出面处理。真侪人会甲机车骑去人行道，即种有波兰的记者发文标记高雄市府爱因重视过路人的路权，这也致使高雄加强执法。根据统计，3月7日到4月13，已经处理11116件。不过伫大执法进前，就有人连续37届骑车去人行道，互开罚单。觉得你收了的单子，你就要反省，应该要改善才对。改善这件事情有用吗？有用。怎么说？因为大家都怕罚钱啊，也是对，这样不会乱啊。人家如果走路上面，你骑那边跟人家走路的比较不合法。骑车去人行道的状况是长期拢有。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最近就收到管区内3位义务人，拢伫2019年到2020年，拢甲车骑去人行道，互警察开单，上侪届也有37届，上少也有12届，3个人拢唔缴罚单，一直到考察附近才来处理。在林雅区的大中二路跟华夏路一带的人行道违规骑机车，那被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举发高达37次。伫波兰记者发现了后，开始做的交通大执法，超过期限唔落的案件，高雄分署也被收到。因为开罚单了后，佮爱一直催因缴钱，无缴钱才移交执行署。未来若收到会立即去执行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去年编1800万的预算，要伫定定发生车祸路段做制改，议会嘛已经3读通过，也毋过后来消息传出来，引出真侪争议哦。所以县政府就决定讲先取消办理。今仔有议员就认为讲这项代志的处理是真粗鲁，要求县长应该要向议员甲市民回释的。花莲县议会去年底审查今年总预算的时阵，民政处有一条1800万的路制费，要请师傅去较会出代志的路段做发挥，引起大家争议。迄当阵议会24个议员有16个同意，不过因为民众意见的压力，县府尾手是决定不执行。这个案子如果没有取得共识就不办，所以到现在呢，并没有获得相关的共识意见，所以我们现在呢。决议办理追检。不过已经通过2读3读的案件，即马煞向法要动点。有部分的议员感觉讲，县府根本就是把议事当作是办公会啊，所以爱互遐个赞成举办路祭的议员，家己爱去排责任，实在是真无道义。所以要求县长爱出来回释的。你要改善交通，而不是编预算来拜保的。你们党应该当做什么？你们在假动员呢，来表决通过了，结果你们地方党再来追点。你今天县长。多华人要讲计划的，你不用像华人县民公开当面吧。其他议员表示，议会是属于代议制，表决过的法案基本上背后拢代表民意。不过，花莲的宗教活动伤济，预算已经有到8000多万，在比例方面，敢是已经超过其他的县市。希望县府会当阁斟酌一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高山啊，伫108年降级，就已经毋是保育类的动物咯。也毋过，动保团体是接到上百件违法饲高山仔的检举哦。检举的民众是真毋甘，这高山仔拢互关伫笼仔内底，生活环境是真歹哦。所以，呼吁相关的单位应该爱关心动物的权益。伫笼仔内高山行来行去，有一寡细只狗一直伫摇身躯，而且规个整体大的环境看起来真差个异，有一寡高山仔啉水都无。快100岁了，人家说那个猴子不能喝水，喝水会变很大。都没有给他喝水啊，才会这么小只啊！动保团体指出，为108年农委会甲台湾狗为保育类降为一般野生动物了后，到即马接到151个通报，拢牵涉到违法饲养高山啊。不过，不管安怎检举，案件也是真济。
非常严重的自虐行为。他只要情绪一不稳定，他就会一直不断疯狂的咬自己的手。当天我们去田调的时候，是他人生第一次喝到水，是以受赠领养为最多，有些事主是直接跟我们表达，就是说他是用购买的方式。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说，那这些猕猴是如何从野外进入到人类的家庭，最多是食货嘛，但第二名其实是猎捕。依照即卖法规，民众会当因为危害农作来拿捕不是保育类动物的台湾狗，啊，毋过是毋是真正有危害农作，主管机关无法度认定，而且目前全台湾会当收容台湾狗的单位差不多拢客满，所以收容场所甲照顾品质有好有歹，呼吁主管机关直接明文禁止人工饲养灵长类的动物，搁强化调查佮处罚。一般类野保法目前是没有规范的，有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说，你这个野生动物是有违法猎捕的状况，去做一个处罚的。如果你造成这些动物的重要的器官功能丧失的话，就会违反我们动保法第25条，那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20到200万的一个罚金。农委会指出，无鼓励也无应该拿捕野生动物来人为的巨大环境，若做饲主造成动物破病、受伤，这相关影响有违法的顾虑，安尼就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逐个月拢会召开义校权益委员会，也毋过有义校代表就质疑讲，参与的义校代表人数上过少咯，嘛无受到重视哦，要求县政府应该爱检讨改善。未满18岁各高中生逐个月拢固定开会，讨论宜兰甲义校有关的县政议题，而且逐年和县府官员开义校权益委员会2遍，实际来参加公共事务。今年头一遍的义校权益委员会，今仔日伫县府来召开，所方要求讲无要互全县18个义校代表参加，干那开放委员会和组长6个人，开会变做一个形式。过去一年300委员会，即马干那剩200尔。我们儿少就是太多人了，没办法全部进来开会，那我觉得是非常可惜，没办法让这些儿少有经验的传承。义校代表是只有义校官法第10条设立，目的是要促进义校参加公共事务，通符合儿童的公共权益。宜兰县的义校代表2年选出1届，今年已经是第5届。去年世界展望会的社工开始来接18个义校代表，这边嘛来提出通学环境的改善，还有车辆违停者的金额爱解决的问题，还有改善义校的心理健康，互县府来做解决。案子是比较关于儿少在就是通学的时候一些环境改善，那特别是针对这个行人的部分。国中小辅导室可以利用大型集会，例如朝会的方式来宣导辅导室的功能及相关流程。主要是因为考量到疫情的因素，再加上县府的会议室的空间的一个影响哈，所以我们才会做视情况做一些调整。面对争议，县府回应减少开会次数，是因为配合义官法修法，而且绝对会让囡仔伫这会议内底发表意见。也若义校代表参加会议，县府拢真欢迎。不过去年无开放予所有的义校参加，这是因为场地无够，还有疫情的考虑。今年除了讲2个义校委员会会当来参加会议，其他的代表嘛拢会当参加，县府会甲方工作做好势。记者综合报道。过去真侪民众认为讲会当预防子宫头癌的人类乳突病毒 HPV 的预防针，只有女性才需要去做。也毋过，医师是表示讲，其实查甫嘛会感染到这款病毒，所以呼吁家长趁囡仔9岁到14岁的时，无分男女哦，拢会当考虑互囡仔去做预防针，效果上好。做 HPV 预防针会使预防子宫头癌，即马台湾嘛有公费 HPV 预防针提供予各种1年的查甫囡仔。过去真侪民众认为女性才需要做 HPV 预防针，但是医师表示，男性比女性更较会感染 HPV 病毒，而且 HPV 病毒也可能引起其他部分性别的疾病。目前最被关注到就是引起口咽癌的问题。那口咽癌在男生女生都有，尤其是在男生造成口咽癌的几率远高于女生。HPV 感染了以后，男生的抗体也比较低，男生其实带 HPV 的一个比例呢，不亚于女生。医师表示，做 HPV 预防针的黄金时间伫9岁到14岁，会使得到上好的保护。虽讲目前查甫囡仔做 HPV 预防针无公费的补助，但是医师表示，为了预防疾病，也是建议家长自费予囡仔做。世卫组织他是说，他希望在2030年以前能够达到那个清除 HPV 病毒感染
子宫颈癌的一个目标，男生女生打会发生群体免疫的效果，它清除的速度会变快。医师表示，目前已经有107个国家把查某囡仔列入 HPV 预防社的公费对象，台湾就伫其中。嘛有33个国家把男性列入公费名单，这是台湾未来要拍拼的部分。医师建议，会使先为地方政府开始，若有充足的经费，嘛把男性列入公费对象。记者郭本张水台北报道。发布部长期甲国建署各民间团体举办收容人结婚的比赛，提供奖励，鼓励卖个结婚哦。10当来收容人结婚的比例开始有减少1成左右。我得到了第一个，就像李独大哥讲的，身体的健康、人家的尊重，以及我跟家里的一些和睦和平，然后任何的生活习惯都很好了，他们就越来越相信我。莫因为食薰食毒，14岁就定定出入历届所的苏铁民，大约5年前在家国内底结婚成功，今年40岁，在关怀协会做辅导主任，重新开始。根据法务部的统计，2012年收容人在入学进前的结婚比率超过94%，在家国内底结婚的超过83%。到2022年入学进前的结婚比率86.46%，在家国内底结婚的降到72.26%，显示这10年来收容人结婚的比率降10.7%。比方说，你若准备要结婚，一个把你移居到戒烟的牢房，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戒无烟的工厂，而且伊打你记嘉奖，那你也当互恁厝里的人过来看你几届。收容人他们如果能够从戒烟这个活动的参与导向一个正向的一个转变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法务部在2010年开始办收容人结婚比赛，提供各项奖励措施，包括增加会面的机会、记点奖励，也让因有无婚的环境。因为国建署是希望沿海防治法的修正案会当在新的会期通过，针对新型的婚有更较侪规范，保障人民健康。记者民警郑泰文台北报道。现代人要买衫是真利便，选择阁真侪，所以手工定做嘛已经愈来愈少咯。也毋过伫台南的西港有一个做西装的老师傅，到搭嘛是阁会帮人做衫哦。伊讲手工做的上下书，阁有真侪老客户，只管是穿伊做的西装。较早无车衫工厂的时阵，想要穿新衫，就要去报章剪布请人做。伫台南西港，就有一间传统的西装店，店内师傅号做吴明钦。伊高中毕业就去学西仔做西装，出师了后，佮家己开店。当时迄阵当开业，嘛算有拄啊撞到即个机会啦，因为迄阵咱台湾的即个工业甲甚至传统产业者伊拢一直袂歹，都讲趁有钱，要穿较水，所以迄阵定做的生意，就一直拢开始袂歹。新开始开店的时阵，规条街仔的西装店是满满是，逐工的订单坐甲无用好食饭，就爱做美工才赶会付。毋过即阵时代改变，外国文化传入来台湾，为着要对流行，衫裤替换速度是愈来愈紧，工厂开办做的衫是俗个济，民众都愈无爱开较济钱去请人做衫。咱的客户嘛有部分转伫即个新品咱的生意的部分去买来定做的，就是变龙头儿较年龄较岁都无得早前的即个反正做习惯做习惯指定爱咱做。虽然手工做衫的产业落差，老师傅到搭依然坚持这项传统工艺，嘛对家己的手艺真有信心。伊讲工厂固定一日班，毋过大个人体型无同，无可能穿起来拢合适，就需要试穿甲修改。嘛因为手工做的穿起来上舒适，所以到搭阁有老客户会来交关，互伊会当继续做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潮州公所最近收集侪电远的老相片，阁有地图，做一本潮州记忆风华的电子册哦。望讲用新的方式，甲潮州自清朝到即摆历史阁有变化记录落来，嘛互大家方便来看来了解。然后这个是以前潮州的商业区，你看三角公园就在这里啊。甲册掀开，内底一页一页拢是画甲真有路的地图甲相片。这本册是屏东潮州的潮州记忆风华，是收集在地时代记忆、在地人提供的相片，还有图书馆的资料等等，记录在地文史的珍贵册本。从一开始，
对这个计划的内容、照片的收集，真的是在急迫的情况之下，透过各个人员的集思广益，然后促成这本潮州记忆风华。甲一般的历史课本无同，册内底无伤侪复杂的文字解说，利用这图甲在地相片，记录清朝到即阵潮州的变化。潮州镇公所的主任秘书王建元就表示，若想要知影潮州的历史，看这本册真轻课就会当了解。它主要的编纂的内容，它不是写一本历史书，我是觉得它应该是像一本画册，一本相册。那一般民众可能拿到这个，你会很容易用最浅显的方式，可以从清朝末年一路带到现在的潮州。这本册出版了后，真侪在地居民对内底了解到伊唔知影的潮州历史。乡公所按算阁要找医生出第2版，互外地对潮州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透过这本《潮州记忆风华》，看到潮州100年来的变化甲故事。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法国普德山区春天个结霜哦，为了防止普德不出来个去冻伤哦，农民是正激头脑来帮普德保暖哦。有人采大派油灯，有人烧稻草，有人倒加烧气，就望讲这普德会当受到保护。将汽油倒伫咧桶仔内，油桶踩伫咧葡萄园的4月，点火互伊倒。法国有名的红酒产地夏布里，即马葡萄将要发芽，盐高山拄着寒流，所以农民就家己做大型的油灯，互葡萄袂去寒掉。Tout le monde est tendu puisque après la très faible récolte 21, on s'attendait à faire quelque chose d'au moins normal. Là, en 2 nuits, tout tombe à plat, donc c'est vrai que les hommes sont un petit peu tendus, quoi. Voilà. 自2016年开始，法国葡萄山区因为气候异常，当年拢有农损。冬天天气较烧热，互葡萄提早发芽，到春天煞出现冻霜期，互幼芽冻伤，或者是树枝顶头边还未退时阵，日头就出来，电到甲幼芽烧掉。所以约纳省所生产的葡萄，伫咧2021年就因为冻霜期2/3的收成拢乌有去。今年法国3月时阵天气较烧热。和葡萄树开始不成芽，淹过4月初西伯利亚寒流来，温度向降来，创1947年降期的新低。Et d'ailleurs, ce lundi, 4 avril, nous venons de connaître une nuit, la nuit la plus froide jamais observée pour un mois d'avril, depuis qu'on a un indicateur à l'échelle du pays, c'est-à-dire depuis 1947, on n'avait jamais connu une nuit d'avril aussi froide, avec une moyenne sur l'ensemble du pays de -1,5 et bien sûr des températures qui sont descendues beaucoup plus bas dans certaines régions. 为了要让葡萄树拄不得个袂去冻伤，农民家己做大型的油灯，有人是用创新的发光加热灯系统，替葡萄树加热，还有葡萄酒庄烧稻啊，互伊呛烟，搁装加热器，用大型电风棒，互空气较烧热。要农民加葡萄喷水，利用水结冰时阵所放出力量，互幼芽袂去冻伤。Voilà, il y a des chauffantes, non chauffantes. Bon, tout est mis en œuvre. Bon, on a vu quelques brûlots de paille. On n'est pas très partisans nous à Saint-Émilion de brûlots de paille parce que c'est efficace pour la chaleur dégagée, mais pas pour la fumée. 当地葡萄栽培机灵顾问讲，以往有真侪相关产业。无认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会一直发生，不过已经有一寡吉酒厂，大家做伙投资买发热电缆等新的保暖工具，来减轻冻霜对葡萄成长的影响。公司新闻陈思东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